政府建議大幅調高牛肉乾罰款，違例泊車要罰480蚊。入境處搗破跨境假結婚集團，拉咗100幾人。特朗普上任之後第一次同習近平通電話，承諾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各位睇下詳細內容。政府建議大幅調高俗稱牛肉乾嘅交通違例定額罰款，打擊阻塞交通嘅違例事項。而家320蚊嘅罰款會加到去480蚊，預計出年6月生效。運輸及房屋局向立法會提交嘅文件話，建議調高嘅罰款都涉及阻塞交通嘅違例事項，包括非法泊車、泊咪標位冇俾錢、阻礙道路、非法進入黃色方格，又或者喺巴士站上落等。定額罰款由而家嘅320蚊加50%，調高去到480蚊。至於比較嚴重嘅違例事項，包括喺禁區上落客同埋貨，就由450蚊加到去680蚊。咁啊，梗係慘㗎啦！即係我哋揾食嗰啲，即係而家環境又唔好，你仲咁樣加。香港地人多路窄，上落貨嘅地方又唔夠，你肯定係即係我哋落貨一定要停喺度落㗎啦。加到400零，我覺得都好合理嘅。如果即係喺好似中區咁樣，好嚴重啊阻塞㗎嘛，我可能400幾都太低添，我覺得。政府話牛肉乾罰款自1994年都冇調整過，但係累積通脹率已經超過50%，需要提高罰款嘅阻嚇作用。由於提高罰則嘅建議牽涉到修改法例，政府預計會喺今年嘅3月喺立法會嗰度提出相關嘅動議，但係預計要去到出年嘅6月1號先至正式生效。至於超速等其他交通罪行，當局話會喺稍後檢討係咪需要提高罰則。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入境處搗破一個假結婚集團，拉咗128人，包括3個骨幹成員，涉嫌協助內地人透過同香港居民假結婚嚟香港。被捕嘅香港人主要係年輕人，更加有大學生。入境處喺行動入面搜獲回鄉證、帳簿同埋協議書等等。犯罪集團透過社交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招攬香港居民同內地人假結婚。犯罪集團以8萬至到10萬蚊利誘佢哋，但係最終只係收到5000至到2萬蚊報酬。入境處舊年3月展開行動，至今拘捕41個內地人同埋87個香港人，包括2個大學生。主要招攬年輕嘅香港居民，所以被捕嘅84名香港居民之中呢，大部分接近80%呢係締結虛假婚姻嗰時。嗰啲年齡係介乎20至25歲嘅，嗰啲年青人都係隱瞞家人，自行前往內地締結虛假婚姻。被捕嘅香港居民3個係犯罪集團嘅骨幹成員，原籍廣東、福建同海南。佢哋提供一條龍服務，假結婚之後協助內地居民申請探親簽注嚟香港非法工作，或者申請單程證嚟香港。估計集團已經活躍超過2年，至今已經安排122宗假結婚，涉及超過1000萬。入境處話，從事假結婚係非常嚴重嘅罪行。根據過往嘅調查同埋破獲嘅案件，任何人士參與假結婚嘅行為，絕大部分都會被判處即時監禁。被捕人士入面有24人被判監9至18個月。犯罪集團一個骨幹成員今日喺區域法院承認5項串謀欺詐嘅罪名，被判監21個月。無線電視記者陳代琪報導。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問責官員加薪撥款申請，主席陳健波決定只係容許議員問多一輪問題，惹起非建制議員不滿。財委會繼續審議下屆問責官員加薪12%嘅申請。主席陳健波話：根據秘書處嘅統計，有多名議員喺同一議題大量重複發問，只容許議員作最後一輪3分鐘提問，之後就會處理臨時動議同埋表決。有非建制派議員不滿。33個議員就發言咗100次，你除開即係幾多個呢？除開即係每人3次啦，每一個人都3輪提問。但係我唔知你憑咩理據作出呢？下次你又收窄一啲嘅咯，你嗰個標準喺邊度嚟啊？嗱，你個表現掛鈎咧就講咗18次，話問責
際係無效咧就10次，市民唔支持咧係13次，即係大家重複得好緊要，大家知嘅呢啲嘢，呢個唔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而係大家唔同意嘅問題啊嘛，咁你咪俾大家表決咯。有非建制派議員批評陳健波之前將議員提出嘅臨時動議由225項大幅減少至23項。你又夾硬呢，要我將佢濃縮成3個大嘅主題，咁但係裡面嘅內容全部都南轅北轍，咁即係我想主席你都要尊重翻議員係提出臨時動議，佢提來提去一大堆嗰啲咁嘅呢啲37A，全部都無關痛癢嘅。咁你叫佢揀啲話中間揾啲重要嘅，好難揀，因為全部都唔重要噶嘛。有非建制派議員就話陳健波對官員加薪有預設立場，冇辦法公平主持會議，要求交由副主席田北辰主持。陳健波休會諮詢法律顧問意見，最後話因為並非涉及金錢利益問題，佢繼續主持會議。無線電視記者陳少豪報道。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接受利益案，辯方完成結案陳詞，法官下個星期2總結案情，預計最快星期4有裁決。辯方最後一日結案陳詞，話最關鍵嘅一點係廉署查足5年都證明唔到曾蔭權做過任何有利於雄濤廣播獲得發牌嘅決定。換句話嚟講，發牌俾雄濤同租住雄濤股東黃楚標嘅物業並冇直接關係。辯方最後總結話，呢一單案根本就唔係典型嘅貪污賄賂。如果陪審團唔係100%咁肯定，就第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就應該判曾蔭權無罪。如果連第一項都唔成立，咁第2、第3項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亦都應該被判無罪。辯方進一步話，當年同曾蔭權共事嘅林鄭月娥、劉慧蘭同埋謝曼怡等嘅一眾高官，都唔覺得曾蔭權喺發牌俾雄濤或者係授勳俾何周麗嘅決定上有任何可疑或者唔尋常之處。佢又引述林鄭月娥早前作供話，視曾蔭權為公務員嘅典範。辯方就話，以林鄭月娥今時今日嘅身份講嘢應該極之小心謹慎，但佢冇劃清界線，反而咁樣讚揚坐喺犯人欄嘅疑犯。咁認為陪審團應該睇清楚，到底曾蔭權係咪好似控方所講係機關算盡嘅雙面人，定係一個為咗避嫌連買樓投資賺錢都唔會嘅錢財爺？辯方又話，曾蔭權嘅結局而家就交咗喺9名嘅陪審員手上，無論佢哋有幾咁嫉惡如仇，都唔能夠基於一啲假設或者係猜測而有機會錯判已經係72歲嘅曾蔭權。法官會喺下星期2開始總結案情，之後陪審團會退庭商議，案件最快喺下個星期4會有裁決。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永報導。中美日3國有新嘅互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會見到訪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之前，同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同意保持密切聯繫。至於備受關注嘅一個中國政策，特朗普就作出明確嘅表態。特朗普自當選以嚟，外界一直關注佢會唔會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以及中美元首幾時先至會正式對話。中美兩國發表聲明，指特朗普同習近平喺美國時間星期4夜晚通電話。中方聲明指，特朗普話理解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嘅重要性，亦都會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習近平表示讚賞。特朗普總統在通話中表示，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對此表示讚賞。美國白宮嘅聲明就話，特朗普係應習近平要求，同意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兩個人傾咗好耐，涵蓋多項議題，形容對話氣氛極度友好。雙方又互相邀請對方到自己國家進行訪問。習近平喺電話入面又祝賀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話目前國際形勢複雜，中美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合作。中方願意同美國喺經貿、投資等領域合作，就國際同地區事務加強溝通，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雙方同意保持密切聯繫，並且期待能夠早日會面。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話，特朗普了解美中關係嘅重要性，期待推動兩國關係發展。He obviously wants to do what he can to have a fruitful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he looks forward to developing that as we go forward. 喺台北，總統府發言人回應話，美國係台灣國際上最重要嘅盟友，將會繼續同美方保持密切聯繫，以零意外方式處理美台關係。
特朗普舊年12月同台灣嘅蔡英文總統通電話，並且揚言華府唔一定要遵守一個中國原則，觸動北京神經。有評論認為，特朗普星期3致函習近平已經為破冰踏出第一步。今次華府表明將會遵從一個中國政策，將會有助緩和中美緊張關係。無線電視記者崔奕如報導。至於美日兩國首腦會談，美方透露特朗普將重申華府對美日安保條約嘅承諾，確認條約適用於保衛釣魚台。安倍晉三喺當地星期4晚大約6點抵達美國華盛頓，展開訪美行程。佢喺出發前強調，希望借今次同特朗普舉行峰會，向外界傳達訊息，美日同盟關係不可動搖，而且會更加牢固。今次係舊年美國大選結束，安倍喺紐約同特朗普會面之後，兩人再度碰頭。特朗普打住美國優先嘅旗號，一上台就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又曾經批評盟友付出太少，令到日本憂慮會削弱美日同盟。安倍將會喺美國時間星期5中午喺白宮同特朗普舉行峰會，預料焦點係經濟同安保議題。美方官員透露，特朗普將會重申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並表明反對任何損害日本利益嘅單邊行動。預料兩人將會確認合作應對中國。經貿方面，共同社報道，特朗普可能會提出減少美國對日本嘅貿易逆差。日方仲會提出設立兩國經濟磋商機制，由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同美國副總統彭斯領導。特朗普同安倍喺首腦會談結束後，會召開聯合記者會，發表協議文件，總結會談成果。隨後兩人會前往佛羅里達州，安倍將會喺特朗普嘅私人度假村入住2日，期間兩人深入交換意見，仲會一齊打高爾夫球。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等陣返嚟仲會報導。安仁邨一個單位起火，婆婆打開窗求救，但係最終燒死。新西蘭幾百條領航鯨擱淺，居民義工盡力營救。